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8，箴言4章23节安尼讲：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保守阮的心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、掌管宇宙万物、赐福世间万人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是疼的源头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公义坚定袂摇动，你的信实代代无尽。愿要敬拜你，愿要学罗你，愿要称颂你至圣的大尊名。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伫困境甲患难中，你是阮的快乐甲安慰。主啊！除你以外，阮无通拯救；除你以外，阮无通帮赞。只有你是阮活命的拯救甲帮赞。主啊！阮要尽心保守阮的心，因为伊是阮活命的根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尽力保守咱的心，的确咱就得到活命的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